能嫁进冷家是你的福气。你怎么能动手打你妹妹呀？爸，许阿姨，为什么让我替姐姐嫁呀？林香，这林家和冷家的婚约是原本就定下的。林洛是我嫁回来之后带回来的女儿，这婚约你不去，谁去啊？你要为林家着想啊！可是明明就……好了，都少说两句。爸，难道公司真的比女儿的幸福要重要吗？林香，是爸爸无能，现在林家需要冷家的帮助，否则不止林氏要倒闭，就连爸爸我明天也得躺着出这个门了。但是那冷之行，冷之行虽然双腿残疾，但是冷氏不会亏待你的，就当爸爸求你了。你要记住，你嫁过去之后，你要特别留意冷之行是不是在调查什么，一旦有什么发现，就立刻告诉我。爸爸可全靠你了。好，我嫁。婚车来了。好妹妹，姐姐要感谢你替我嫁给这个暴力不堪的废物。你们俩真是般配。开车。放手！嫁给我这样的瘸子，就让你这么难过吗？我不是。他认出我不是林洛了。你可以不嫁。真的？你不想嫁给我，是想嫁给我那个好堂哥冷琛吗？完了，谁都知道林洛对冷琛情有独钟，谁知道这个疯子会不会因为我替林洛嫁给他而掐死我？冷太太，你要搞清楚自己的本分。他到底知不知道我不是林洛？你是谁？怎么是你？林洛呢？你是冷琛？林思南这个老狐狸！我不许你侮辱我爸！新娘子还挺漂亮，既然林思南不把我的人嫁过来，那我就把你变成我的人。你别过来！多大的惊喜啊！你说我该告不告诉冷之行这个废物？你根本就不是林洛，而是林香。住手！冷之行，冷之行，你结婚连婚房都不布置一下，
是不是没钱啊？你开口，哥可以赏你一笔啊。要不，这个房我替你圆的，反正你是个废物。滚出去！你这个废物，既然让我滚，你也不看看现在冷家谁做主？也不知道你的身体能不能满足这么漂亮的新娘子。再不就我就喊人了！你打呀，让大家都看看冷家大少是什么两面不一的混蛋！你们给我等着！你没事吧？你不是林洛。糟糕，你如果是林洛的话，就不会对冷琛动手。好吧，我承认我不是联络，但那不是我的本意。当然，你怎么可能愿意嫁给一个残废呢？是吗？你在可怜我？我没有。我根本不需要你们林家人的可怜，特别是你。你这人怎么这样？我怎样？你根本不听别人在说什么。你有什么资格让我听你讲话？我承认我是替嫁过来的，但那不是我的本意。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？我的父母就是被……什么？既然你嫁给了我，那就准备好我对你的报复吧，冷太太。我要回家。为什么给那个臭丫头那么多股份？你是不是还对白清玄念念不忘？不拿出点什么，冷家能罢休吗？而且这也是这场婚约交易的一部分。能嫁给那个瘸子，已经是便宜他了，还给那么多股份，那可都是真金白银啊！行了，现在林家能跟冷家比吗？那也不能。行了，我自有分寸。哎呀，我这不是为了我们洛儿吗？她可是你和我的亲生宝贝，你别忘了，当年白清玄在的时候，我们母女俩在外面为你受了多少委屈啊！原来你和许灵早就勾搭在一起了，联络根本就是你的私生女。放心，我的财产只会留给洛儿。我还以为你还对白清玄念念不忘，所以才对他女儿那么好。我心里有白清玄的话，我就不会为了你们母女亲手断了她的生机。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只要你死了，白家的财产就是我的，也不枉我费力陪你扮演一对恩爱夫妻。你是谁？放我走！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能帮你报仇。报仇？
我要报仇，我要为我妈报仇。这就是你说的帮我。因为你们林家欠了我太多。林思南，到底还瞒着我做了多少错事？我希望你进入林氏，找到林思南的犯罪证据，然后把他送进监狱。露儿，吃菜。谢谢爸，爸爸最好了。爸，你也吃。妈手艺又见长了。我吃饱了。我心里有白清玄的话，我就不会为了你们母女亲手断了她的生机。原来，一切的不爱都是有迹可循。可笑，我还那么相信你。林思南，哪怕付出一切，我也绝不会让你们踩在白家人的尸骨上继续逍遥。你在干什么？老公，你叫我什么？刘志行，我求你帮我办一件事。你这个林家的弃子，有什么资格求我？连冷之行都不愿意帮我，我该怎么办？爷爷，我爸妈的死，冷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，你为什么不继续调查？够了，跟你说过很多次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人呐，要向前看。爷爷，爷爷，怎么，你都这样了，还在爷爷面前泼我脏水？够了，兄弟之间要和睦。近几年，江城的帝豪集团突然崛起，他们的董事长叫莫思年，年少有为，就是成天戴着个面具，搞得极其神秘。你们有这争斗的功夫，不如去想想怎么样和帝豪集团达成合作，让我们冷氏更上一层楼。爷爷，您放心，和帝豪集团的合作，我一定完成。志行啊，你好好养伤，公司的事情就交给冷深去管理。冷之行，你等着，我会让你在冷家没有立足之地。知行，知行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现在可以确定的是，林思南和冷大少暗中勾结，才导致你父母车祸丧生。可是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，证据估计很难找到。这是一些反对冷琛的股东名单，有了他们的支持，你夺回公司的股份，胜算会很大。你去处理。冷之行，我们离婚吧。
离婚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？随便你怎么侮辱我，我知道我不过是林家的弃子，没有任何资格和你们任何人叫嚣。你倒是有自知之明。我知道你对我有很多不满，我只希望你能帮我夺回我妈的家产。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写进这份协议里，1年期满，还你自由。那如果我说我要你，冷之行，没想好的事情就不要随意打包票。在这段期限内，我会负责照顾你的生活起居。离婚后我也不会要冷家的家产，我只求你能帮我。你觉得我会缺人照顾吗？我觉得你以后会缺人照顾。我已经主动提请冷氏股东大会，减少冷家3代子弟的股份配额，所以你以后在冷家的股份只会越来越少。股东大会不是儿戏，你以为会通过你的提议吗？你要干什么？我警告你，不要再来骚扰我老公，记吃不记打的东西。林香，你给我等着，早晚让你趴在我身下求饶。你怎么样？协议我可以签。太好了，志祥。明天新女婿回门，要一起回去吗？那你先忙吧。如果不是为了拿回我妈的家产，我再也不想踏进这个林家。我这个妻子倒是有点意思，那就让她去和林思南斗吧，做我刺向林家的刀，也挺不错。今天晚上记得把冷少带回来，我有事说。冷少今天有事。你妈准备了一大桌子菜，就等你们回来了。我妈在5年前就死了。香香，冷少今天确定来不了了吗？他有事儿，来不了。林香，冷之行来不了，那你回来干什么？这里是我家，我妈要给我的房子，回自己家有什么问题吗？妹妹呀，你现在怎么这么跟长辈讲话呢？我怎么不记得，我妈还给我生了一个姐姐呀？香香，你怎么说话的？是我平时太宠你了吗？就他这蛮横的样子，冷少能跟他回门才怪呢。香香，我交给你的事情做得怎么样了？什么事情啊？就是让你监视。不做，而且冷之心已经知道了我替林洛出嫁的事情了。你这个孽女，交代这点事情你都做不好，那我林家，我打死你！真热闹，真热闹。林香真不懂事，说你今天不来了。本来是有事，但是我怕香香受欺负。对了，冷少，现在是什么情况？你不是想让我帮你吗？如你所愿。看来替嫁的事情接过去了，这里是香香的家，怎么能让她受委屈呢？都是一家人啊，我们怎么会让香香受委屈呢？来，阿姨做的都是你喜欢吃的，多吃点啊。阿姨，
你和我一起生活了5年，现在还不知道我的口味？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对了爸，我老公的意思呢，是让我进公司历练历练。进公司好啊，进公司真的？那爸爸你是同意啦？当然同意。没想到我的女儿这么有本事。那好，爸爸你就尽快安排我到林氏入职吧。你要进的是林氏？不行。嗯，我的意思是，香香现在应该注重学习。我马上就要毕业了，反正以后也是要接手公司的，早点去也好。接手公司？对啊，爸爸就我一个女儿，反正以后也是我要挑起林家重担的，是吧？洛儿也可以帮忙的。这怎么能一样呢？我才是爸爸的亲生女儿。来，你现在毕竟已经结婚了，还是要听你老公的。只要香香开心，我都可以。既然冷少发话，就这么办吧。你先去林氏实习一下。林香，我有些话要跟冷少说。没事，你先去车上吧。冷少，这是我们林氏拿出股份做嫁妆。冷氏也会拿出5%的股份作为彩礼。不愧是冷少。那林氏和冷氏成立联合项目，这件事对冷氏也有利，如期进行。哈哈，那这就好。那你们路上慢点。冷少，今天谢谢你啊。冷少，你是同意离婚协议的事情了吗？冷少，冷少，你要怎么感谢我？丢了。是。早饭记得吃，这可是我亲手为你做的，以表谢意。等等，先生，查一下林香今天去哪儿了。还有，早餐留下。您不是不吃早餐吗？没有你做的早餐好吃。冷之行，你怎么这样？一会儿生气，一会儿耍流氓。但是早餐的感觉比这个好。真是便宜你了。那刚刚爸林思南跟你说了什么？问我要彩礼，冷氏5%的股份。那你答应他了吗？那就要看你了，冷太太。我会想办法还给你的。你为什么讨厌林家呀？下车！冷之行，你怎么了？下车！混蛋冷之行，简直不是人！把我放下，你去接林香。林香，我一定会让你滚出林氏的，别想强夺属于
我的东西。哎呀，林总监，你没事吧？你们别怪我妹妹，她只是不想看见我出现在林氏吧。林总监也是凭本事工作，跟你这个走后门的可不一样。你们别这么说，妹妹也是求了我爸爸很久。说完了吗？既然你们有本事，也去收购林氏，做林氏的主人啊！你什么意思？既然是狗，就自己拴好链子，别出来咬人。你说谁？看到了吗？这才是我泼的。林香，你疯了！你就是知行吧？于伯父，想不到你都长这么大了，要不是宋妍找到我，我对不起你父亲啊。于伯父，你不必自责，我这次找你来是想请你帮我拿回林氏。知行，你现在的状况……其实当年的那场车祸，竟然有这种事！只不过现在证据收集不够完全，冷氏也完全控制在他手中，有些事情不方便透露。你这个年纪能这么沉得住气，很有你父亲当年的风范。你放心吧，公司这边交给我吧。嗯。于伯伯，我还有急事，先走一趟。林香，你来跟我拿些资料。好的。拿什么资料？来冷库做什么？跟我出去！林氏集团只能是我的，这是酒店专用的冰室，你一个人好好凉快凉快。放我出去！救命！快放我出去！来人啊！林香在哪？我怎么知道？他呀，可能跟哪个野男人鬼混去了吧？你要去捉奸啊？郎之行，林香，林香，林香，不要睡！我命令你不要睡！知行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知行，知行，谢谢你来救我。招惹我这样的一个残废，不后悔？从未后悔。你还要看多久？谁看你了？是吗？昨晚是谁招惹我的？我要起床上班了。真的不用我替你出头？没事的，志祥，我也不是什么事都要依赖你。我先走啦。
怎么，看见我没死，很惊讶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会议马上开始了，你在干嘛？你不是……这可是公司啊！我告诉你，别过来！你要干嘛？林洛，你以为我还是以前那个林香吗？被你欺负了也不敢还手。林香，你给我等着！我不会放过你的！小白，你怎么来啦？我怕你一个人势单力薄受欺负，所以就来啦。一般乌合之众，没什么大不了。你工作室怎么样了？什么工作室啊？为了完成你拜托我的任务啊！现在我也是林氏的员工啦。小白，谢谢你。哎呀，怎么还一下深情起来了？你要是想谢谢我呀，就请我去喝酒。走，陪你去。干杯！那冷之行还算不错嘛。来，给你家冷少发条消息，说想他了。发什么呢？给我。老公，我喝多了，来接我。喝，继续喝，今天不醉不归。不会喝酒还喝这么多，这不是高兴吗？哟，这不是弟妹吗？来，让哥哥好好疼你。滚开！怎么了？不愿意呀？你有本事站起来打我呀！哪里来的苍蝇？嗡嗡嗡，吵死了！死你妹！香香，走吧。好嘞，哥哥最好了。你不给我等着！哥哥，你真好看。林香，你为什么是林思南的女儿呢？你要我怎么跟你和解？好难受啊，哥哥。哥哥，老公别走。好，我不走。昨晚上喝太多了。大小姐就是不一样啊，夜生活丰富。有这说闲话的功夫，还不如好好工作。毕竟只有好好工作了，大小姐我才能过上想要的生活。大小姐，等着被群嘲吧。再也不喝酒了，主产冷之行什么的，太丢脸了。公司有一个临时项目组成立，结合了2家公司的精英，是今年林氏投资最大的项目。各组长拿到名单发一下。有林香，他算什么经验？靠他爸呗。这次冷氏和林氏共同组建的项目，会有你想要得到的东西。是你？我已经在项目组了。很好，等你好消息。这工作真不是人干的，太累了。冷少，你还会做饭呢？不是啊，
我的意思是，你这饭看起来真好吃，我肯定都能吃完。你回忆一下，昨晚是怎么叫我的？冷少，我饿了，我们快吃饭吧。知行，你来一下老地方。好，我有点事，先出去一趟。好的。这是冷氏这几年的财务状况和人事变动。这些年公司的重要职位都被换了。是啊，我这职位不是很重要，所以暂时还在。从这些人入手，逐个击破。这些人呢，我倒是还有几个熟悉的，先套的话。有几个呢，确实能力还不错，又和冷身一脉不是很亲近。我现在就去，看看能不能拉拢一下。这个余文倒是个不显山不漏水的人。送我回家吧。回家？哥哥，老公别走。回家。哎，香香，你怎么才来啊？黄老板都等你好久了。黄老板，你又在打什么鬼主意啊？你好，林小姐，久仰大名。黄老板是卫硕企业的副总，也是这次公司项目的负责人之一。我看是猥琐企业吧。请坐。啊，对，坐，大家都是一家人。那这次的项目就香香，你跟黄总对接一下。接下来这个项目呢，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。李小姐，晚上一起吃个饭呗，我给你深入的讲解一下这个项目。黄总，据我了解，以贵公司的实力，不足以支撑这次和林氏的合作。我可是林董小舅子介绍来的，还不快滚！你不好好上班，来我这干什么？据我了解，这次项目的合作方卫硕企业好像并没有匹配的实力，为什么能参与进来？关于公司的决策不在你的工作范围内，你出去。狗屁合作，还召集全公司的精英员工，这不是浪费人力资源吗？知行，你在忙啊？那个，我先回房啦。林氏经营状况，可以先查一下。你是说从这个方向入手，可以查到有关林思南犯案的蛛丝马迹？知行。余文那边有了进展，只不过公司的股东们有一些疑虑。你们先聊，我先回房了。他们什么顾虑？他们担心您现在的身体状况不足以能够支撑冷氏未来的发展。让余文带个话，冷之行不只是他们看到的冷之行。冷之行，你到底喜欢谁？我要睡觉了，你忙完了？笨蛋，笨蛋，笨蛋！干你的宋妍，亲亲我，我去吧。穆思年，林香，你昨天怎么能那样对待黄总？公司合作项目你还干不干？哎，
你听不见我说话吗？干不干不是你能决定的。林香，你好像忘了，我是公司这个合作项目的负责人之一。那你也别忘了，这个项目是林氏和冷氏联合成立的，而我是冷氏的正牌太太，也是林家大小姐。你这个项目负责人还不够格在这儿叫嚣。你吵什么吵？你们谁能拿下与帝豪集团莫斯年的合作，谁就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。莫斯年？那好，我要加一个条件，我和林洛谁能拿下这个项目，谁就是公司总监。怎么，输不起啊？好，只要我拿下和帝豪集团的这个项目，你就滚出林氏。一言为定。进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刘凯，我的办公室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进来的吗？都说莫总荣誉高贵，今日一见，果真……不要那么不近人情嘛！这就不到冷琛，就来我这里搔首弄姿，贱不贱？冷氏就算再厉害，那也不如帝豪嘛。那就要看你付出什么代价。莫总，别心急啊！把他给我扔出去，不许踏入帝豪半步。莫总，放开，我自己会走。哟，怎么一会儿没见就变落汤鸡了？你以为你在林氏是什么身份？不会以为一个实习生过来，莫总会见你吧？我有约的。既然是莫总的私人名片，您稍等，我这边立刻联系。林小姐，又见面了，林小姐。莫先生真是神秘莫测呀！我来是想和您聊聊和林氏合作的事情。他竟然认识莫斯年，怎么可能？上去聊。林香，凭什么？莫先生，你掌控着帝豪集团，为什么当初还要选择与我们合作？因为林小姐，你是林家人。怎么莫斯年这么像冷之行啊？不对不对，他的腿……林小姐是对每一个男人都犯花痴吗？莫总说笑了，这次合作，你的要求我不会拒绝。有消息的话，随时联系。莫先生，听说冷氏集团也在与帝豪集团接洽，寻求合作。如有可能，你可以多考虑考虑冷之行。他虽然是我的丈夫，但是平心而论，他是个非常靠谱的合作伙伴。听说了吗？林香竟然抢先总监一步和帝豪集团的合作。岂止啊！听说总监连莫总的面都没见到，可是莫总居然亲自下楼迎接了林香，这待遇天差地别啊！林氏要变天了。把他东西给我扔出去！是。谁让你们动我东西的？这是我办公室。还有你，给我滚出去！林洛，愿赌服输的道理你不懂吗？不服啊？找爸爸去啊！你等着！哼！爸，你过来！这个贱人竟然敢这么对我！你怎么说话的？以后林香就是林氏的总监，主导林氏项目。你打我！你竟然为了这个贱人打我！你再敢多说一句，
就给我滚出林氏！没用的东西！林香，你真是我的好女儿，竟然给你拿下了帝豪的项目，你真是给林氏立了一大功啊！当然了，爸爸，还有更多惊喜还在后面呢。总监，你找我？把过去林氏集团经手过的项目都找给我，尤其是林洛经手过的，一点细节都不能漏。是。找到了。喂，莫先生，我果然查到林氏集团和冷琛有明显的密切关系。很好。而且林氏账目也有问题，林氏和魏硕企业合作项目全部亏本，而且经手人都是林洛。林思南明显知道却不闻不问。林家人为什么要破坏自己的企业？是的，这一点我一直都想不通。你继续调查林洛和那些公司合作的关系。至于林思南为什么纵容林氏不断亏损，我去查看。好，谢谢你。我一定要找到真相。今天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吗？没什么，就是一直没有进展的工作有了进展，难得高兴。谢谢你，志祥。不是谢过了吗？啊？谢过了吗？啊，谢我什么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莫思年的名片是你给我的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还不能认识莫思年，还不知道他就是。所以谢谢你，志祥。虽然你平时总是喜欢吓我，但从来没有真正伤害过我。巧言令色，你开心就好。来，快来尝尝我的手艺。还能入口。口是心非。来，你多吃点儿。明天天气好，我们去公园吧。看在这顿饭的份上，好吧。志祥，你带着这个，莫名有点可爱。我想不通为什么要浪费时间陪你野餐。哎，别摘啊，多可爱啊！别老是在家待着，要多出来走一走。尝尝。你手机还在响。喂，志行。又是他吗？好，我马上过来。怎么还没打完啊？人呢？肯定是抛下我去找那个宋妍了吧？男人都是大猪蹄子。本来就是契约结婚的关系，他去哪儿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找这些证据费了一番功夫，虽然不能给冷城定罪，但是
如果能重新立案调查当年的事，冷城所有贪污贿赂的事情都在这里了。即使不能够将你爸妈的案子查清楚，但是也能让他牢底坐穿。余文已经约好股东，要3天后召开股东大会，要解开股东们对你身体情况的担忧。股东大会是最好的时机。知行，你这以弱势敌，居然连我都一直瞒着。这件事情你是除医生以外第一个知道的，这3天还请保密。好。那林家呢？那场车祸，林思南和冷琛勾结，也有参与。林家我另有安排。在哪儿？跟我去一趟老宅。怎么了？眼睛这么红？风吹的。窗户升高。这个死兵将还是挺关心我的嘛。冷之行，你的手。我没事，哭什么？掉头去医院。疼吗？不疼。笨蛋，你为我挡什么呀？要是真的出事了怎么办？要是我死了，也要拉你下去。神经病。师兄，对那个宋妍，你是否也会这样想？冷之强啊，听说你受伤了，严不严重啊？那现在岂不是手和腿都废了？那现在岂不是手和腿都废了？哎，真的是辛苦弟妹了，要照顾这个手和腿都不能自理的废物。要不你跟了我吧，保证带你吃香喝辣的。堂哥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我是你弟妹啊！混账东西！爷爷，是不是你派人袭击了你堂弟？我冷家怎么出了你这种不孝之子？爷爷，你听我解释。你当我老眼昏花吗？这些年知行养伤，我念及你管理冷家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但你呢，竟然混账到如此地步，对你堂弟下如此狠手，还想染指你弟妹。爷爷，小心气坏身体。你给我滚出冷家！一切事务交给知行去管理。爷爷，你不能对我这样啊！爷爷，你给我滚！冷之行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爷爷，还来干什么？是嫌我活得太久，还没被你气死吗？爷爷，谋害二弟的事，真的不是我做的，我可牢牢谨记爷爷说的兄弟和睦。不要跟我说这些，事已至此，无可挽回。爷爷，今天外面天气好，我扶您出去晒太阳吧。但愿你是真的知道错了。老不死的，早该让位了。爷爷吉人自有天相，不会有事的。林香，
我只有你了。我不会离开你的，我去取下车。你的用处可大着呢。你康复了，恭喜你啊！谢谢医生。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不是说好的不离开我的吗？郎志行，你不是很在乎这个漂亮老婆吗？那就来西郊树林，她的命在我手里。不好！是你？你要做什么？冷之先生不会放过你的。少给我添这个废物！你以为骗得了爷爷的喜欢就能夺走我的一切吗？不可能！你比不上他半根手指头。闭上你的臭嘴！你说，如果冷之行找到你的时候，你已经被我玩烂了，他会是什么表情啊？滚开！你找死！住手！你站起来了。怎么回事？冷之行不是真的残疾，他一直在骗我。放开他！难怪你一直都在装模作样，骗了所有人。冷之行，你是不是已经调查到当年你那短命鬼爸妈出车祸的真相？把证据交给我，否则我就杀了你的相好。之行，他会救我吗？我说，放开他！真是可笑，女人如衣服，你竟然真的喜欢上了这个替家的冒牌货。你还不知道吧，冷之行，他根本就不是林洛，是替家的林香，一个不值钱的玩意儿。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蠢？这你也早就知道了。我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我没事儿，别担心。医生，他怎么样了？没事，只是受了一点惊吓，好好休养一下就好了。谢谢你，医生。我以为什么？你难道不解释一下吗？为什么连我都骗？你的腿没有问题。我是有苦衷的，我在追查我爸妈的死，不能打草惊蛇。林思南和冷琛，难道他们早有勾结？难怪林氏的项目也有问题。我是你仇人的女儿。我想过要报复你，林香。难怪我当初嫁进来的时候，你对我态度那么恶劣。现在我后悔了。什么？现在我只要你不离开我。那他呢？苏妍知道你双腿没有残疾的秘密吗？还是说你只是瞒着我？冷之行，林思南是我们共同的敌人，我会帮你的，就当是赎罪吧。我们的人正在追查冷琛下落，你该回来准备股东大会了。你先好好休息。喂，我有
一条重要的信息要告诉你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还真是真爱，一晚上都不回来。林香，杀了你，就是对冷之行最大的报复。为什么？这种熟悉的感觉。你哭了？没有，应该是昨晚没睡好吧？你找我什么事？我查到你母亲去世前留下了一封遗嘱。遗嘱？我从来没听说过。当初林氏濒临破产，林思南为求自保娶了白家大小姐，林氏才有机会成为了行业龙头，才有如今的地位。白清泉生了你之后，就将林氏和白氏合并，并让林思南管理。那也就是说，其实林氏集团最大的股东是我妈。白清泉死后，因为没有遗嘱，林思南成为了第一顺位继承者。那按你这么说，那应该是林思南藏起了遗书。这位是知情的律师，你可以顺着这条线索去查。谢谢。那我赶紧去查一查。小白，帮我查一个叫吴磊的人，10年前是我母亲的律师。我立刻去查。切莫打草惊蛇。又是你！这么快就醒了？冷琛，上次的教训还不够吗？我想让你在我身下求饶，也要报复冷之行。冷琛，你敢！这张伶牙俐齿的小嘴儿，不知道尝起来是什么味道。你他妈的装什么贞洁烈女？冷之行满足不了你，你就告诉我，哥哥很乐意帮你这个忙。你给我吃了什么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你，冷之行，你藏的可真深呐！为了把你送进监狱里，这些又算什么？还不快走！再不走的话，警察来了就来不及了。热，好热。这不是香香的手机吗？之行，是我。我和莫思年醒了，先喝点牛奶。
到底是你还是……你见过昨天救我那个人吗？就是那个戴面具的莫思年。其实，我有事情先去解决，你在这等我吧。好，不要出去。冷琛现在下落不明，有可能随时回来找你。嗯。遗嘱找到了，太好了！林思南，我们是该算一算我们之间的账。你想怎么样？1个亿，把钱送过来，我闭嘴；否则，我手上你谋害白清玄的证据，很快就会出现在冷之行的手里。冷琛，你不要逼人太甚。我数3下，3、2，做个交易。谁他妈要和你做交易？别忘了，当初你谋害冷之行父母的证据也在我的手上。出来谈吧。上面交代务必斩草除根，都藏好，人一出现立刻动手。林思南，你竟然要杀我！你不然就不要怪我不义。幸好你人没事儿，就是那个莫思年太神秘了。是啊，这次真的多亏了他，只是不知道他为什么一直戴着面具。那晚到底是冷之行还是面具男？如果是莫思年，那我岂不是出轨了？那个吴磊律师找到了，他说遗嘱除了本人会留一份外，遗嘱库也会有存档。那太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去取。冷琛，你怎么阴魂不散？警察正在全城搜捕你。如果报警我被抓住的话，你永远都不可能知道冷之行是如何骗你的。冷之行怎么对林香？那是人家2口子的事儿，你是不是管太宽了你？2口子？如果真的是2口子的话，他会同意林思南用小女儿替嫁。如果是2口子的话，他会戴着面具装莫思年，利用老婆和老丈人刀父女相残。什么？他就是莫思年？你们说，这算不算秘密？林香，冷之行从一开始就在利用你。怪不得他对我的行踪了如指掌，怪不得他对林家那么了解，他还一次次利用面具男的身份引我调查了那么多事情。是，冷之行是真的该死，所以现在我可以帮你一起对付他。滚！你也不是个好东西，我现在就叫警察。林香，你可以好好考虑清楚，是与骗子为伍，还是和敌人的敌人做朋友。从头到尾我就是他的一颗棋子，他从头到尾都在欺骗我，他只是想利用我对付林家罢了。小白，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，你先走吧。行，那你有事给我打电话。林香，冷少，还是我应该叫你莫思年？你都知道了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说这一切都不是你安排的吗？冷少，我只问你一句，替嫁这件事情是不是你计划好的？对不起。我的亲生父亲气我，我的丈夫利用我，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18年前，我父亲将林思南引为好友，可是人心不足蛇吞象，林思南为了些蝇头小利，连同冷琛杀了我的父母。可是我又做错了什么？我的亲生父亲杀了母亲，霸占了他的财产，把我像货物一样丢来丢去，
我还被你们玩弄在股掌之间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我身上也流着林思南的血，该还的我都还完了，以后我们就桥归桥，路归路吧。冷之行，我们回不到过去了，放手。遗嘱已经生效，我明早就去找林思南算总账。香香，今天你怎么回家了？冷少呢？我来给你送份大礼。这多不好意思啊，香香，香香。这份礼物够大吗？怎么回事？救我！救我！是你？没错，是我。还有你家这些废物！放了我！放过我！放过我！放了你！你派人杀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放过我啊？老东西！你一家人命现在都在我手里，反正我现在是亡命之徒。林香，你考虑好了吗？要不要和我联手杀了背叛你的冷之行？我可以高抬贵手，放了这些垃圾。香香，香香，求求你，救救爸爸，救救爸爸，爸爸！啊，你什么都知道了？可不是。该死！这是一场闹剧。现在，你来做决定吧。快做决定，是与我作对，还是和我联手，还是死在你这个最讨厌的姐姐手里？快做决定！你体会过被亲生父亲杀了亲生母亲的感受吗？被丈夫背叛，你不是要杀我吗？来啊，杀了我呀！那你就去死！谁敢动他？没事吧？冷之行，那就都去死！冷之行，我后悔了，你不要死，冷之行。别哭，我不想让你哭。冷之行，你醒醒！救护车！救护车！我还没有自我介绍过呢，我叫宋妍，林香。我和知行很早就认识了，那时候他才只有10几岁，每天默默地做着康复训练。他父母去世后，他的亲叔叔就霸占了他父母的财产。所有人在表面上都对他恭恭敬敬，可背地里却在针对他，欺负他，骂他是个残废。这一路走来，我一直陪着他，我知道他有多难。所以你想说什么？劝我离开？不可能。你误会我的意思了，我是说，这是他第一次，也只有这么一次，这么爱过一个人，爱到愿意为你去死。你们的恩怨已了，好好爱他，别留遗憾。这是他第一次，也只有一次，这么爱过一个人，爱到愿意为你去死。冷之行，冷之行，冷之行，你不要有事，冷之行。小姐，冷之行，你别死，不要抛下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，我爱你，你别死。冷之行，你骗我！对不起啊，
你没事吧？亲我一口就好了。我都听到了，以后不要离开我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们一辈子都不分开。